收睇每日焦點新聞。美國東部時間8號傍晚，美國總統特朗普喺社交媒體發文宣布，以色列同埋哈馬斯已經同意美方所提出嘅和平計劃嘅第一階段。呢個亦都意味住所有嘅以方被扣押人員將會好快獲釋，以色列軍隊亦都將會撤回至雙方商定嘅界線。新一輪嘅加沙停火談判喺8號進入第3日，以色列、美國、卡塔爾同埋土耳其等方面嘅代表喺當日加入會談，而特朗普喺8號較早時就話，鑑於談判非常接近達成協議，佢可能會喺今個星期末前往中東。巴士的報評論員 Anthony 同我哋講講詳細嘅情況。10月8號，以方代表團嘅團長、以色列戰略事務部長德爾默、美國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特朗普嘅女婿庫什納、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及土耳其國家情報局局長卡林呢，均抵達沙姆沙伊克，加入咗會談。埃及情報總局局長拉沙德呢，亦都參加咗當日嘅會談。談判呢係以間接嘅方式進行，埃及、卡塔爾同埋美國居中斡旋。據報道呢，各方當日呢舉行咗雙邊同埋多邊嘅會談，仲舉行咗擴大會議。不過呢，哈馬斯方面呢就冇參加擴大會議。特朗普8號呢喺白宮舉行嘅一場圓桌會議上邊呢，就話俾媒體聽，談判呢係進行得非常之好，有好大機會呢達成協議。佢可能呢喺11號或者係12號出發前往中東。巴勒斯坦消息人士同一日呢就話，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傑哈德同埋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人陣嘅代表呢，計劃於8號晚抵達埃及，佢哋呢將會與哈馬斯代表團一齊參與談判。呢個可能呢係更有助於解決加沙地帶以色列被扣押人員嘅問題。自從2023年10月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嚟，傑哈德同埋人陣呢其實一直係參與對抗以色列嘅行動。咁傑哈德呢就宣稱亦都扣押咗一啲以色列人，但係呢就未提及更加多嘅細節。據以色列嘅媒體報導，哈馬斯同巴勒斯坦各派系目前扣押住呢48名以色列人，以方呢認為其中20人呢仍然係生還嘅。以色列媒體8號呢早些時候援引以色列官員同埋消息人士嘅講法報導，新一輪加沙地帶停火談判顯現咗積極嘅跡象，斡旋方預期9號呢達成停火放人嘅協議。以色列時報8號呢就援引了解談判進展嘅一名消息人士同埋一名阿拉伯國家外交官嘅消息，就報道話，斡旋方安排以色列同埋哈馬斯9號簽署一份協議，內容呢係包括哈馬斯將會立即釋放幸存嘅被扣押人員，以換取以方停火。而停火落實將會使得哈馬斯能夠收集已故被扣押人員嘅遺體並移交以方。哈馬斯高級成員塔希爾魯魯嘅媒體顧問同一日就話，哈馬斯同以色列交換咗待釋放人員嘅名單。呢一名顧問就指出，哈馬斯代表團就為談判取得必要進展同埋最終達成協議展現咗積極性同埋責任感。調解方正係努力為達成停火協議消除障礙，為此各方都係充滿樂觀嘅情緒。據以色列第12頻道電視台嘅報導，以方已經開始起草有關停火協議嘅提案，將交由內閣表決通過。報導就援引一啲以色列官員嘅消息話，按照已簽署嘅協議，喺哈馬斯釋放所有被扣押人員、移交所有能夠揾到嘅遺體之後，以色列將會開始釋放巴勒斯坦嘅囚犯。哈馬斯已經提供大約20名幸存被扣押人員嘅信息，仍然喺度尋找部分已故被扣押人員嘅遺體。報道就話，以色列係唔會釋放直接參與2023年10月7號襲擊以色列嘅巴勒斯坦武裝人員。不過就是否釋放一啲被判終身監禁嘅巴勒斯坦要犯，以方將會採取一定嘅靈活性。
而以方喺先前停火協議之中咧，係拒絕釋放其中好多人嘅。咁預計雙方咧將會討價還價到最後嘅一刻。唔該晒 Anthony。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發表聲明表示，佢將會召集內閣批准協議，將所有被扣押嘅人員接回國。佢感謝以軍、特朗普同埋佢嘅團隊。而哈馬斯就發表聲明話，哈馬斯同埋巴勒斯坦各抵抗組織已經達成一致，同意結束加沙衝突，確保以色列全面撤軍，容許人道主義援助入境，以及係實施被扣押人員交換。而哈馬斯對於卡塔爾、埃及同埋土耳其三國舟船所作嘅努力表示高度讚賞，並且感謝特朗普喺推動實現全面停火同埋以軍完全撤出方面所發揮嘅作用。法國總統府愛麗舍宮就證實，總統馬克龍將會喺2日內任命新總理，感謝即將卸任嘅勒科爾尼喺過去2日為推動政治磋商所做嘅工作，並且注意到有關嘅結果，就係大多數議員反對解散國民議會，從新年底之前通過財政預算係有可能㗎。被責成同各黨派展開最後談判，尋求破解緊縮預算僵局嘅勒科爾尼喺星期3晚向馬克龍報告談判情況之後，接受傳媒訪問，話自己唔會再擔任總理，認為任務已經完成。而勒科爾尼就話，法國目前缺少喺議會達成妥協嘅意願，警告如果到年底仲未能夠通過預算，後果會係嚴重。佢又認為依家唔係換總統嘅時候，建議組成更具技術官僚色彩嘅政府，新內閣成員唔應該有參加2027年總統大選嘅野心。厄瓜多爾國防部長洛弗雷多就表示，針對總統諾沃亞車隊嘅襲擊具有明顯暗殺企圖，政府將事件定性為恐怖襲擊，並且已經拘捕5人。諾沃亞嘅車隊喺星期2喺中部卡尼亞爾省博坦市遇襲，而諾沃亞所坐嘅汽車有明顯彈痕，諾沃亞未有受傷。厄瓜多爾政府喺上個月宣布取消柴油補貼，全國柴油價格隨後上漲超過5成半，觸發社會強烈反對，部分抗議活動演變成為暴力行為。而諾沃亞喺日前就宣布全國10個嘅省份進入為期60日嘅緊急狀態。美國聯邦調查局前局長科米被控向議員作出虛假陳述同埋妨礙國會程序嘅案件，科米否認控罪。案件將會喺出年1月5號開始審理，而案件喺當地星期3上晝喺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德里亞市嘅聯邦法院提堂。法官向科米宣讀指控同埋被告嘅權利之後，科米回應表示理解，而代表律師就提出不認罪抗辯。並且表示計劃提出撤銷本案，理由係佢嘅當事人因為批評總統特朗普而成為攻擊嘅目標，而檢方出於報復而提出起訴，而且負責案件嘅檢察官係被非法任命接手本案。科米嘅案件最初係由弗吉尼亞州東區聯邦檢察官西伯特去到負責，但係佢被指唔願意起訴科米同埋紐約州檢察長詹姆斯，喺特朗普嘅壓力之下辭職，而特朗普隨後任命哈里根接手。新華社報道，應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同埋政府嘅邀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強率團去到平壤出席勞動黨建黨80週年慶祝活動，並且對北韓進行正式訪問。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內閣總理朴泰成喺機場迎接並且舉行歡迎儀式，兩人檢閱儀仗隊。李強表示，中朝係山水相連
年嘅社會主義鄰邦，有住深厚嘅傳統友誼。而喺近年嚟，喺總書記習近平同埋金正恩戰略引領同埋親自推動之下，中朝關係煥發出新嘅蓬勃生機。而金正恩喺9月嘅時候去到中國出席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活動，兩黨兩國最高嘅領導人再度會晤，達成咗一系列嘅重要共識，為中朝關係發展把舵定向。而李強就指出，中方願意同朝方落實好兩黨兩國領導人達成嘅共識，加強戰略溝通，保持密切交往，推進中朝友好合作，為促進地區乃至係世界嘅和平穩定同埋發展繁榮作出更大嘅貢獻。中國商務部宣布，為維護國家安全同埋利益，決定即日開始對於稀土相關技術等物項實施出口管制，規定明確稀土開採、冶煉分離、金屬冶煉、瓷材製造、稀土二次資源回收利用相關技術及其載體，以及係相關生產線裝配、調試、維護、維修、升級等嘅技術，未經許可不得出口。而任何單位同埋個人不得為違反公告嘅行為。而中國公民、法人、非法人組織喺未經許可不得為境外稀土相關技術提供任何嘅實質性幫助同埋支持。而公告同時亦都指出，已經進入公共領域嘅技術、基礎科學研究中嘅技術或者係普通專利申請所必須嘅技術，不受公告管轄。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相信匯豐銀行建議私有化恒生銀行屬於商業決定，又認為私有化建議同恒生壞賬問題未有直接嘅關係。而陳振英就指出，匯豐集團管理層需要關注恒生嘅壞賬或者係不良貸款問題，可能係私有化嘅其中一項考慮因素，但係未必係單一因素。佢又話，恒生私有化之後，恒生繼續保留銀行牌照，仍然係獨立經營單位，而本港總銀行嘅數目不變，但係上市公司就會減少一間。佢唔認為會影響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係估計私有化之後，預料兩間銀行嘅人手會有調整，例如係後勤、資訊科技、合規等可以由一套系統管理，或者有可能減省人手。至於對普通恒生客戶有啲咩影響，陳振英就話：日後客戶資料兩間銀行都會通用，或者對客戶更為便利。佢又話：雖然日後恒生唔係上市公司，唔需要公佈業績，但係仍然需要根據金管局要求公佈財務資料。15運會同埋殘特奧會舉行火種採集儀式，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岑浩輝等點燃火炬。儀式喺廣州南沙舉行，負責深海採火技術研發嘅海洋科研人員代表先係將原火放置喺台上，採火少女登場將火種引進採火棒，而之後就交俾黃坤明、李家超同埋岑浩輝等點燃火炬，工作人員再將火種由火種盤引入4盞火種燈，而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同埋廣深澳官員上台接過火種燈。火炬將會喺11月喺香港、澳門、廣州、深圳4個嘅城市舉行火炬傳遞。而15運會同埋殘特奧會組委會執行主任、廣東省委副書記孟凡利致辭嘅時候就話：體育承載住國家強盛、民族振興嘅夢想。而今屆15運會由粵港澳3地聯合承辦，對於展示一國兩制嘅制度優勢同埋光明前景，展現粵港澳3地團結協作，彰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嘅偉大成就同埋蓬勃氣象，具有非凡嘅意義。佢又話：火炬嘅原火嚟自深海嘅可燃冰，反映科技創新同埋體育文化有機結合，科技強國同埋
埋體育強國事業交織輝映，成為中華民族自立自強、永攀高峰嘅寫照，相信將會留下獨一無二嘅灣區記憶。每日焦點新聞講到呢度。